啥物原因，你哪会倒伫这？我台上的旅客拢总伫我边仔，目睭用要紧的开，要讲话拢无写。我哪会徛伫这看你，我家己倒伫这？这是我的结果。我是当时我了，我是人是你家，你当时袂放下，你叫我去你家。我敢若会记起昨暝我啉甲早早，身躯冰冷的伊，啥物拢交予我。大家好，我是枪击泼辣，介绍一个阮的团员，然后也是阮的歌手明彦。在我边仔是阮的吉他手连彥杰，我是主唱和贝斯子豪，多谢各位。到底是啥物原因，你哪会倒伫这？我台上的旅客拢总伫我边仔，看你目睭紧袂开，要讲话拢无声。我哪会徛伫这看到我家己倒伫这？我是家己活了，我竟然是你家，暂时袂放假，叫我紧上车。你是啥人？要将阮带去叨位？心爱的伊，请你